搭刷落来故事，是咧讲骆驼是安怎样有意写大粒的汉白。伫世界拄开始的时，什么拢是新点点的，嘛什么拢着爱为头照起工做。遮的动物嘛，才拄开始替咱人做工课。有一只骆驼，住伫风透家透家的妈妈号沙堡内底，因为伊无想要做工课，而且骆驼生成是大那后空，伊家己嘛爱妈妈号，自然呢，伊食沙堡内底树枝，甲一寡有刺仔的，无就是大叶的 tamarack 鸟桂，面大甲要死。什么人甲伊讲话，伊拢用一声喊，但若喊，剩的无半句。连暝拜日早起，马走来找伊，他只听配马花，喙里倒大姜，讲骆驼啊骆驼，出来甲阮走走呢。喊，骆驼应一声，马就走啊，走去甲人斗。连暝狗走来找伊，喙里夹一支棍仔，讲骆驼啊骆驼，出来甲阮对人来去拍打，斗抢物件。喊，骆驼应一声，走就走啊，走去甲人斗。连暝牛走来找伊，按棍配一支牛打，讲骆驼啊骆驼，出来甲阮去犁田。喊，骆驼应一声，牛就走啊，走去甲人斗。迄天要暗的时，人甲马到牛拢靠我来，讲恁三个啊，恁三个，我对恁实在真歹势。到即个世界遮尔神点点，到沙堡迄只喊要卡笑毋做事，无即马伊早就会伫遮，所以我无要插伊，留伊孤一个伫遐。免得较拼实的斗做伊的家，安尼就互即三个足受气的，到即个世界遮尔神点点，自然呢，因着伫沙堡边仔开会讨论，开一个 Africa A Proverb， 搁开一个 South Africa A Indaba， 刷落来开一个 India A Patriot， 搁开一个 America A Powwow。遮个拢是当所在原住民族因讲的会议。即只骆驼若步若贵若面大到要死的热数来，陆将要笑因，搁喊一声，还头做伊去。连暝花头所有沙堡的 Jim 因着一球风飞沙喷来啊 ，Jim 定定安尼走东走西，因为伊有 magic。就当点甲即三个 proverb 甲泡wow，规沙堡的卷啊，要讲到即个世界遮尔神点点，有人煞用神仙担着，当然袂限制。卷因讲，那呢要讲伫恁妈妈号沙堡内底，都有一个长人棍、长骹腿的，也伊家己嘛爱妈妈号。对待伊早起到达，一个小可工课都毋捌做，连走都毋走。卷考一个时啊，讲迄定着就是我的骆驼，互我规Arabia会伫那嘛是，你有讲啥无？伊讲喊，到讲也伊袂见抢物件，伊敢无搁讲啥？但若喊。也伊袂见犁田，牛讲真好，全讲请恁稍等一下，我来去甲伊喊一个。全就满天风过山，甲家己下起来，看过沙堡，就看到骆驼面大甲要死的徛踮水池边，当要上水买伊家己的遐。我落骹长人棍，棍着甲喙角全破的朋友。全讲是安怎？我听讲，你伫遮尔神点点的世界，杨先生什么都无要做呢？喊，骆驼应一声，全坐落来，手甲下斗提咧，开始想一个 Great Magic。即时骆驼悠然咧上水买伊家己的影，
对拜日载体，你互迄三个地无用遮侪工课，拢是为着你面大甲要死。正哪讲，哪体会到底想看要用什么 method？ 陆导应一声，我若准时你，就袂阁讲迄。真讲你讲迄伤济啊，婆婆，我爱你去做工课。陆导就阁喊一声，如果喊了拄煞，伊就看到家己上臭样的骹只后，噗噗噗，不到一粒足大粒软烧烧渗来渗去的喊。你敢有看到迄？真讲，迄就是你家己的喊，拢是你家己面大做事做得来的。今仔日是拜四，对拜日期间，你就毋捌做工课，但你就爱去做工课啊！我太有法度，陆导讲，骹只撇生即粒喊，即粒是专当创互你用的。真讲，拢是为着迄3工互你顾着，你会当做3工日头，拢毋免食物件，顾你即粒喊，就会我一。莫讲我什么好康呢，拢无互你。今日开沙煲去找迄3个人，较听喙白，喊你家己啦。自安尼，陆导就喊着家己，嘛什么拢着喊。走去参迄3个人，为迄工起到搭，陆导生前就有一粒喊，咱即马叫做喊，安尼才袂辜负着伊的理想。如果到搭，伊永远负袂着伫世界拄开始的时，伊误着的3工，嘛要是较大都学袂晓安怎听喙。